来看新北发生2站警察执勤所来出车祸的事故。新北这边一个警察早暗处理纠纷，有照规定落去警示，要来弄红灯通行，煞甲车相弄卡来转去。也半暝呢，台北同款有警察要执勤，是对派出所出发，要来转弯，煞甲客停车相弄头壳着重伤，今毛也阁唔知影人。 接到报案，警方紧急出动，徛到路口要挖，互轿车大力弄落去，警员连人挂车弄飞几来公尺。机车倒在地上啊，车子前面、轿车前面也是有坏掉啊，人不晓得，可能送到医院了吧。 涂骹是脆糊糊的车壳，车祸就伫台北市中山一派出所外口。这群年四川的警察，12半暝3点外骑警车淡水犁拄出发，青顶外中安东路煞互青顶直直行的汽车弄到，头受伤真严重。送病院了后，到达昏迷，要开刀抢救。员警受伤送台大医院救治，自小客驾驶没有受伤，酒测值为0，目前已成案处理中。 涉案的40多岁驾驶，驶的是多元计程车，车头嘛是弄甲密密麻麻，但是人无受伤。伊向警方讲无注意到警车外，也无听到声音。那专案详细发生原因，也要等后续调查来厘清。只是案发的几点钟前，新北市也出现小伤的车祸事故。员警途中经过民族路中正路口时，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风鸣器，为人与横向直行车辆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员警 腿部骨折送医。同款是赶要处理报案，28岁姓王的警员，在伊暗时8点外，按照规定淡水犁开警示灯，弄红灯直直行，煞甲车相弄，真侪所在是侧伤。小连续2站事故，也互警方的执勤安全，搁再引起关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